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Go 工好坊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敏华，你知道吗？最近啊，我上班的时候都会带水果，因为到了下午的时候，如果肚子饿的话，可以把水果拿来当做下午茶。不过水果你喜欢吃吗？喜欢吃哪种水果？水果超喜欢吃的，不过最近呢，最喜欢吃的就是葡萄了。葡萄的客家话要怎么说啊？葡萄的客家话叫做葡萄。葡萄。不过你为什么喜欢吃葡萄？因为葡萄呢，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哦，而且不同的颜色还有不同的营养。像是呢，绿色的部分它其实是有红萝卜素，可以保护眼睛；而紫色的部分它有花青素，可以抗氧化哦。不过啊，葡萄要吃得要挑选新鲜的吧？新鲜很重要。那如果说到挑选，你知道挑选的客家话怎么讲呢？叫做偷。那如果是新鲜呢？叫做齐。那如果说呢，遇到了水果店的老板，我们要问他如何挑选新鲜的葡萄，要怎么讲呢？这个很重要，要教大家的是酿板头起给葡萄，酿板头起给葡萄。那么今天呢 ，Go Go 工好坊赶紧带大家到水果摊去试试看，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到新鲜的葡萄？哇，台湾真的是水果王国哎！那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葡萄了。我们要怎么挑选呢？带您看看。哇，这里有好多葡萄哦。不过呢，这种类好多，到底要怎么分啊？那像这种是生产的，它的果粒的话特别的饱满，是不是也很多汁？是的。我知道了，挑葡萄一定要挑新鲜、挑齐耶。所以说，到底要怎么样才是好吃的葡萄呢？我们可以从2个地方看得出来。第一个，它的果梗的部分要翠绿；第二个的话，它的果粒上面会有所谓天然的一个果粉，这个就是一个新鲜的保证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挑选葡萄呢，最重要就是要挑齐耶。像这样子拿起来看一看啊，如果说它落果很多的，就是不新鲜的；但是像这样一整串，它就是新鲜的葡萄，对吗？是的。刚刚看你挑了这么多的葡萄，挑葡萄应该挑了很多新鲜的，现在可以吃了吗？不行，一定要先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客家话了。那我们先要教大家的就是葡萄了。葡萄怎么说呢？叫做葡萄。那如果是挑选呢？挑。那如果是新鲜叫做齐。如果说我们到了水果店，要问老板说如何挑选新鲜的葡萄，怎么讲呢？应该要跟大家讲说的是酿板头起给葡萄，酿板头起给葡萄。哇，接下来我就可以开始吃葡萄了。今天 Go Go 工好坊带大家吃新鲜的葡萄，下回见喽！下回见，拜拜。